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7月13日，无限赛局的可敬对手。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8章到22章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0章42节。约拿单对大卫说：平安地去吧，上主一定会使你我和你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间的誓约。于是大卫离开了，约拿单也回城里去。在2006年刚上任的福特汽车执行长穆拉蒂被记者问到，平常开什么车呢？穆拉蒂立刻回答 Lexus，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车。一般人听到都会觉得笑话，福特执行长应该要视丰田为死对头，怎么反而公开表扬对手呢？但穆拉蒂说出了真话，他相信要拯救福斯，就要先诚实地面对自己，而拥有可敬的对手，不只能够让自己眼界打开，探究外面的世界以及对手思维，可以开创自己的领域，把饼做大，扩展更全面的服务。我们看到在商场上，人的一个看法，人的眼光是可以来决定他到底有多少的高度，以及他能够看得多深，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子面对这诡谲多变的世代。今天的经文也是一个诡谲多变的世代。我们看到大卫他立下了大功之后，扫罗并没有因为这样大大来重用他，反而他心中开始了嫉妒。今天的经文从18章我们就知道，约拿单跟大卫他们是一个是国王的儿子，一个是立下大功的功臣，但他们两个真的是一个彼此都看彼此是很友好的关系，彼此相惜，英雄所见略同之外，也疼惜彼此。但扫罗就不一样，我们看到扫罗听到人家来称赞大卫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那么扫罗就跳起来了，因为他开始嫉妒也害怕。扫罗设法想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害大卫，他的心机很重着，他先答应把大女儿米拉配婚给大卫，但是后来他又反悔了，答应跟二女儿米甲来婚配，但是需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。那么我们知道，那大卫真的是娶到那心上的人，是原来扫罗所答应。于是扫罗越发的害怕大卫起来。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故事，扫罗他是一个王，他当然能够使尽所有的力气来追杀大卫。约拿单他劝扫罗要接纳大卫，但是扫罗他听不进去，他想用枪刺透大卫。而米甲他也来帮助大卫逃走，他伪装来欺骗扫罗。大卫呢就去见了撒母耳，扫罗也受感来说话，但并没有这样真正调整他整个心中那个嫉妒的心。那个嫉妒的心致使得他整个失去理智，就是他的儿子约拿单，他的女儿都起来帮助大卫，扫罗他的心仍然被嫉妒的心所辖制。那么大卫呢，他真的需要被帮助，所以他求助约拿单，那么两个就重申那个盟约。因为真的遇到这种情况，约拿单是扫罗王的儿子，真的能够相信吗？还是最后他会跟着扫罗王联手来害大卫呢？我们看到20章有非常精彩的对话，我们从这对话当中，我们其实可以知道
大卫跟约拿单他们当中的情谊。大卫首先就问了约拿单说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犯了什么罪，对不起你父亲的事，使他要杀害我呢？约拿单说，不，你绝不至于死，我父亲无论什么事，不管重要不重要，都会告诉我，这事他也不会瞒我，绝对不会。所以呢，我要去问问看，说我的父亲他到底是怎么了。可是大卫呢，他又发誓说，你父亲明明知道你对我那么好，他绝不会把计划告诉你，因为怕你伤心，我指着永生上帝向你发誓，死亡就在我眼前。约拿单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绝不推辞。大卫就回答说，明天是初一，我本该跟王一起吃饭，如果你认为妥当的话，请让我去藏在田里，等到后天晚上呢，假使你父亲注意到我不在餐桌上，请你告诉他，我向你请假，赶回伯利恒老家，因为这正是我们全家在那里献年祭的时候。如果他说好吧，那我就安全；如果他生气了，你就知道他是决心要害我了。请你信守诺言，跟我在上主的面前立约，假使我有罪，你亲自下手杀我好了，何必让你父亲杀我呢？约拿单说，你不要这样想，如果我确实知道我父亲要害你我会不告诉你吗？大卫又问，如果你父亲愤怒地回答你，谁来告诉我呢？约拿单回答说，来，我们到田野里去。他们就一起去。约拿单就对大卫说，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做我们的证人，明天和后天这个时候，我会探我父亲的意思，如果他对你没有恶意，我会带口信给你，若是他存心要害你，而我不告诉你，让你安全离开，愿上主杀了我。约拿单又说愿上主与你同在，像他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，要是我还活着，你一定要忠诚地对待我，若我死了，你要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。当上主彻底消灭你的仇敌以后，愿你我之间的誓约仍然坚立，如果你毁约，上主要惩罚你。于是约拿单再次向大卫来发誓，说他是爱大卫的，就像爱自己一样。于是他们就开始分头去进行。我们知道，那最后是到了隔一天，约拿单按照约定来回复给大卫。而我们知道，约拿单他就射了箭，然后他就对这个仆人说你跑去找我射出去的箭。那童子就跑，约拿单射了一支箭越过他。当童子快到箭掉落的地方，约拿单就对他喊说，箭还在前面，不要站在那里，快跑。那童子把箭捡起来还给主人，一点都不知道那个暗号是什么意思，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，也就是确定了扫罗他要杀大卫。约拿单最后对大卫说，平安的去吧，上主一定会使你我和我们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之间的誓约。于是大卫离开，而约拿单回城里去了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约拿单跟大卫之间，他们真的是彼此没有看对方是对手，即便是对手也是可敬而不是可恨。但扫罗就不一样，扫罗他看大卫是对手，不是可以联手来实现上主的意思，那拯救的意思。很可惜，扫罗甚至于把大卫当作是可恨的对手，必须要让他死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眼光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的眼光跟高度只在于有限的人生，那么我们真的只会讲输赢，我们只会讲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面，有没有那个是可以大家各自发展的特色，
而不必要真的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各自有特色，不必真的你死我活。不只是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这样的眼光。其实在企业界，亚当·格兰特他就曾经讲过，他说辛奈克至今最厉害的概念，如果你认为成功等于输赢，那你就已经输了。真正可以永续的企业，他不会把目标放在求胜利，而是让自己一直能够留在这个商场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企业可以长久，人的生命是有限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一直留在这个现场呢？就像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就像上帝上主一样，我们透过看旧约，我们看到大卫、约拿单，我们看到扫罗，我们如今经过几千年，他仍然现场与我们同在，他仍然在说话。我们怎么样子再过50年、100年、200年，我们的影响仍然在呢？我们对神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交代我们那有限的人生？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出那无限赛局的美好呢？无限赛局的美好，我想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活出合神心意的决定。这个赛局大家是不是一起来成长呢？好不好？我们来默想无限赛局里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同时出色吗？此刻想对我自己以及对手说些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谢谢你，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，有限赛局里，你却给我们有无限的眼光，我们看见无限赛局的可能。我们更因为你是无限的爱，给我们无限的生命，那永生的应许，如今我们就能够活出来。我们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主啊，你的高度要提升我们，你要让我们不是只有讲输赢，因为那样我们就已经输了。我们要讲的是，我们如何恢复主你给我们的那个美好，我们如何在跟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对主来交代说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就像对主来做一样。谢谢你再次来提醒我们，也让我们再次来反省，我们是不是有那可恨的对手，因着今天的眼光，我们要来跟我们的对手和好，他要成为我们可敬的对手，是使我们生命可以提升的。谢谢你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活出无限赛局的美好，我们看见我们的对手是可敬的，我们也成为一个可敬的对手。我们明天见。